早起看世界，咱来关心新冠疫情过后，真侪人拢兴出国去佚佗。亲像日本的京都，就成做国际游客喜欢去的所在之一。也毋过因为观光客实在伤济啊，嘛破坏当地观光品质。京都即摆就决定要甲过暝税调悬10倍。本地一个人带一枚过暝税，价格是1000块的一票，也毋过即摆要调悬到1万块，差不多是2000块的台票。上紧呢，伫2026年要开始实施。行伫京都的基园，享受老家气氛。新冠肺炎疫情过了后，包含京都等日本各大城市游客量一直增加。不过，观光公害也对得来，毋但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，伤济旅客也互旅游的品质下降。为了完善观光的环境，京都市决定调升大房税。饭店甲旅馆的大房税会对上悬一人一暗1000一票，大约是台票208块，起到1万一票，大约是台票2000块。这个修正案上紧伫2月送到议会，若顺利通过，会伫2026年开始实施。京都对2018年10月开始，就针对旅客大房费按3个级距来扣税，上少是200一票，上悬1000一票。因为游客一直增加，2023年年度的大房税收入拍破纪录，来到52亿的一票，大约是台票10.8亿。不过观光客造成的本数的问题，甲上过客，互当地人真困扰。京都市长伫去年选举的时，就承诺要调升大房税，改善观光环境。这个修正案甲扣税标准对3个级距调整做5个级距，一暗6000一票以下的大房要扣200一票的大房税，上悬的级距是10万一票以上的大房会扣1万一票的大房税。按算新法上路了后，京都市的大房税收入会加倍，超过100亿的一票，大约是20亿的台票。根据官方的统计，日本目前包含东京都在内，计共有11个地方政府扣大房税。前公馆热海市甲北海道的赤境川村也对咧向观光客扣大房税，以后到日本旅游可能会加变一寡预算啊。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。